接落来关心天气。这风台过后，这2天啊，这各地头的天气已经有较稳定啊。不过大家有关是爱注意，这过道有可能会落雷公雨。也若是人伫咧金门的观众朋友，就更较爱注意安全，因为气象署今仔日是继续对金门发大雨的特报。这昨伫咧金门遐是落207毫米的雨，是有史以来高一天上介济。这积水就引起袂少灾情。抛锚了吗？刚起火。听到一半熄火，骑车人是真无奈，只好模糊撩水塞车。受到低压带影响，金门这几天是一直落大水雨，造成真侪路段是严重积水，车驶过水拢喷起来，风甲要比人较悬。好久没有这么大的大雨，你看水这么深，水这么大，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人坚守在这里，希望神仙保佑啊！当地正是庙市年度做桥时阵，民众海头苦笑。也另外一个景点金水国小头前广场也积水，工作人员赶紧将积水扫入去水沟啊，卖雨水引到一个边仔的电视馆。气象署连续2天对金门发布大雨特报，在伊测到一天的落雨量有207毫米，创下金门气象站设站21年来历史新高的纪录。不过，伫碧玉路一段最近大雨伫做停车场，民众怀疑无做好这个排水系统，加上大雨加工地土沙拢冲落来，有时排水沟塌掉咧。那个水沟堵死了，要清来了，里面全部都堵死了。气象署提醒，日本南方海边有热带性低气压形成，无排除增强将做第6号风台逼合。虽然对台湾无威胁，不过下礼拜台湾附近恐惊有热带扰动，不应来忽视。那至于下周后半期就要留意这个菲律宾东方海面这个大的低压带，那发展之后的话，会慢慢的朝着吕宋岛东方海面前进。预计下周后半期周5、周6之后的话，台湾附近的风向会开始转一个偏东风，那迎风面的水汽会增多。在温度方面，气象署讲，13各地高温会比最近较悬，东南部爱注意受风。也若下礼拜落雨情形，礼拜四17进前，各地是以午后雷阵雨为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